每日返學都好似打仗，着件衫都磨半個鐘。你越催佢就越慢，係因為你從來都冇教過佢處理任務嘅邏輯啊！你以為佢係懶，其實喺小朋友眼中，着衫係一個有10幾個步驟嘅巨大工程嚟噶。佢大腦一入去就當機噶啦。心理學話你知，當目標太過模糊，大腦就會選擇逃避。你催佢快啲，只會令到佢執行功能進一步鎖死。我哋要將大任務拆成小邏輯，唔好叫佢着衫，要叫佢玩4關挑戰。每一關只做一個動作，邏輯就係順序，由底至外，由上至下。當目標清晰到只係剩低笠個頭或者伸隻腳，佢就冇得逃避噶啦。方法好簡單，將着衫變換成賽車遊戲，計住每一關用幾多秒，俾佢睇到自己嘅速度邏輯，建立即時反饋。當佢見到進度順利，大腦就會分泌多巴胺，佢會越着越快嘅。因為佢想贏啊嘛，想知點樣用任務拆解法，令小朋友自願喺5分鐘出門口。WhatsApp我 send 份朝早出門5分鐘自理邏輯清單俾你。Follow 我，用邏輯贏格局。